什么阿兄乔，什么阿兄乔治呢？有啦，我有甲你倒去一回事啦，至少伊甜圈圈搁讲会过啊。我讲无互你信息。啊，伊阿兄乔治啊，无回伊多好啊。无啦，我无重点就是迄个拜五，后礼拜五的迄个直播你敢有要来？阮即摆咧敲通告啦，阮通告费一杯千咖啡安尼。看你，什么牛肉锅啦，你食歹啦。叫做会使吧，就是你即摆趁较济，一杯凉啊！你明仔载毋是要去迄个网球场卖甜圈圈吗？哦，卖了你要请我食啊？无啊，我要食甜甜圈，搁较关口的物件。人讲老干杯做好食，我是无食过啊。无食过，做伙来食啊！你嘛无食过啊，做伙来食啊！等一下啦，你有要来无咧？你有要来呢？袂当困过头，你知无？你后礼拜五，后礼拜五6点开始，好无？阮这有直播的哦，阮这大阵仗，你来就是唱迄个海选的歌，我们让你血池啊，大虾无过，我知道你过。哎，做伙来啦，袂无啦？嘿啊，喂，好哦，你讲的哦，好哦，我有录影存证哦，你讲好的哦，好哦，等下我扩音，你讲好，等一下我扩音一下。喂，好无咧？好无？好啦。你讲观众朋友期待我的表演无？无啦，拜拜啦。等一下啊！啊，甜圈圈明仔要安那3个100？4个100啊，介紧。毋是用食免钱的哦，你 IG 都毋是铺假的呢。啊，我就还没公布的，到尾我明仔载是要做生意的。哦，是哦，做生意，用生意赚着钱，才会请人食。啊，你哪会良心安尼啊？啊，良心是黑色的呢，红色的。好啦，卖吵，再见。好啦，拜拜。所以我们现在就确定下周五阿基印地摇滚直播，对，有阿黑乔治，可能吧。这怎么讲啦？有睡眠呼吸中止症这边应用也困眠。OK。